失業並非共同，老年更非活路。呢個係我喺07年嗰陣時有感而發，因為我亦都曾經失業，我今年60幾歲，好明白失業就係年紀大嘅苦處，所以我好希望能夠咧透過我有生之年能夠幫到有需要嘅人。我哋統稱呢個計劃咧叫做自力更生。我覺得每個人嚟講，只要你肯面對，乜嘢問題都可以解決嘅嚇。幫到你嘅係你自己，就並唔係我哋。我哋只不過係提供一個意見俾你嘅啫。所以我哋咧希望大家都係支持呢個咁嘅我哋講嘅自力更生。當然，自力更生嚟講咧，真係分有2個步驟，一個就係失業嘅自力更生，一個老年嘅自力更生我哋稍後咧會再繼續詳細解釋呢2個步驟。